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間咧我自己睇過啦最好嘅中醫診所。咁呢一間中醫診所咧就係位於銅鑼灣啦，佢叫康熙年。點解我中意呢間診所咧？就係第一啦，我以一個 BP 嘅即係叫做商業課程嘅畢業生嘅身份咧，我去買佢哋嘅 package 咧去睇咧，真係好平啦！講緊幾千蚊已經可以睇咗幾十次嘅中醫，一次咧圍翻呢100蚊都唔使，超級咁平啊！所以我係非常之欣賞佢哋呢一個價位啦。第二樣嘢咧就係喺康熙年嗰度睇中醫咧，我每一次咧去 booking 嘅時候咧，佢哋都會有位俾我，因為有好多個中醫選擇啦。第三咧就係咧，佢哋嗰啲中醫咧把脈啊、望聞問切啊都非常之用心嘅。咁可以見到咧，佢哋咧把完脈去睇完我嘅症狀之後咧，都係好用心解釋俾我聽，究竟我有咩唔舒服，點解會咁樣唔舒服？喺戒口方面，唔單止係藥物方面，要點樣落手咧，去令到我身體變得更加好。所以我非常之放心將我嘅身體咧交俾佢哋處理。再加上咧，每一次去食完佢哋開俾我嘅藥之後咧，我都有好轉到嘅。咁所以咧就好推介康熙年嘅服務俾大家啦。如果你哋都有興趣了解下咧，可以 DM 我去傾啦。佢哋唔單止咧，其實係有即係叫做醫病嘅服務，其實係講緊一啲美容啊，或者係育髮啊，去生髮植髮嘅服務咧都會有啊，養髮啊嚇，即係頭皮嘅即係服務都會有嘅。咁所以你哋有興趣咧就可以 DM 我了解下啦。